那些指数都没有穿越，一年会有2次逆穿越，地球是面对他们生命的威胁。这次他们回来参加20公里的时候，或者说2次行车都可以到那个小岛帮后勤，说我不能够答应，但是有机会的话会协助，对，没办法，各位，而且后勤，我没有了解，就直接问台积嘛，就是问台积嘛说什么样的动力让你会依然敢跟人开发，他就直接讲一句话，说来试试边，有没有什么地方？他说为了这个动力来进入的也表示，他说当初他在2家来开票的时候，刚好遇到暴动，前面车子这样子开过来，前面就是那些人开车的，只要是基督教的，然后一直放火烧，对吗？前面一直不得，他们是从前面过来的地图，就看到2只正经的各个一直开到，真的呢，真的是把命往这2天，所以他看到他前面震惊，他看到他前面是对照那个信息，然后你开到那个信息，他肯定。所以就在3亿以后，他才是发现，就告诉自己，这些不在这个不就是办法？因为我不想让我这边就在这样子中就过去了。所以到现在，他今年跟他2次报告，今年就在那个小岛面设3000。就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面对，必须面对那一种很苦的环境。这次到这个在乡下去有昏倒，他就跟这个道奇说呢，请问厕所在哪？那个道奇就用手各位，这一比出去的话，他更忙啊，那很忙，对，你这个矿，他说你要上厕所。就拿了一个围巾，很大的一条围巾，然后就给他，说干什么？就带着他出去，走到树底下，然后就找个地方，那个风群啊，然后打好之后，那种感受是自己必须要经历。不过那种经历，当你走过之后，当你去面对这种过程后，你会发现真正。为什么？因为即使在任何环境里面，我们都能够有企业的竞争，而那个企业的竞争是以业绩开放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所以这次或许要到一个工业区就是办到，然后经过之后，因为现在就知道，任何工业区只要一下班之后这个卡车了，你现在一百大家怎么样？然后一点往上，我这个肌肉你看看，十几步打到现在，而且就跟他们讲说，难怪我们要练惯用他，还是因为什么？这些感觉我记住他，这个是其实那就是往下面雕，行为上我要把这些完全改变之后，所以我们还有很多我跟他说，我们还有很多所以而且这是简单希望，我们都是奉献力来支持，而且我们有健康力，所以我们做明支持点知道我们一切的军，不仅早期去到釜山不敢这样话是宇宙强强进的身体。要我说每个世界看见了，全奉献起来，我们全奉献，然后补充希望，要我说来一点都不假。说一点，后来谁来了？接他后面都是很开心，全人。我们都有1年时间，我们老先生讲，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师，就到后开了反对，我就相信这是根基，所以我们来呢，我们中国发展是很有希望，到这种为什么那么多人？那么那么多人怎么样？到这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知道？也许这是该有积极事，因为它是我们走出去，去面对，所以或许就
在从柬埔寨回来之后，我们泰国讲师也从泰国赶过来，然后我们在乡下500多位求道，那个时候而且就跟我们泰国就讲师讲，而且非常近，因为他只要到帮，不能只要到帮，就看不到，所以他也点动动，也点动动，只要天色在暗处，而且就看不到。是他依然是这样走路，完全懂。所以也因为他这样子的分析，上面的改变，所以道路一直都在发展。所以今年他就写音乐会或写作或写报道，他说也是不只是他在安江县里面东北那条线，现在或者在东北，就是泰国东北部63个点，那恭喜讲师。到明年1晚到台北时间到东北结束开到，对，没有2期嘛，这样子，真的，或许是为了这个方向，不然或许就直接，不然呢，现在是的，而且要直接到东北去，就直接马上到东北去，所以或者刚才说答应他说，明年3月份在到柬埔寨去以后，马上如果签证。或者签证能够签得过年，就偷偷去，自己处理后再回来，然后就到泰国去，然后泰国去完毕后，或者可能到缅甸去，因为那个经验很成熟，所以或者说，或者很自己，就是或者告诉自己说，很喜欢说 I 加 I 的这样子，就是 I 加 I 一加一个这样，所以现在或者到越南那个乡下有几个点。有一次或者要离开的时候，突然间3、4个人跑出来，或者回去，这些也是公安的便利，有心里像个毛。后来一个人讲一句话，跟过去讲一下说，他不是老师了，说我是你这一次还没有从村庄讲到了，你就要离开。我们本来是希望你再留下来，再跟我们讲1个小时到我们再离开。就下一次我要赶车子到我这里去，下一次有机会再来。他们已经很习惯，所以我体会在那种印象中的这种感受，说真的能够跟那么多的人写一下这一份赛，然后能够面对这么多的人去场上或者去说自己的经历，而且自己深受。所以我也用这样的成绩来教大家共襄盛举，走出新的路。好，那先我讲的话，彼此对上面第一点，不要不当一回事，而且把这段话用故事来跟大家讲，重要是对进行教育，不当一回事。老天道解定向，老天垂象。这种情况或者是说，就是在新历年，在去年，我们有一位道经他应该说过，母亲哭了1天，那个孩子只有14岁，打从他母亲怀疑他时候，就跟他这个家人结下了这份生命，那份缘不知道怎么去细说。当他的母亲怀了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一直吐到一直看医生，医生说你这个有个汗血，没有什么病，可是他自己吐到这个先生照顾他，结果几乎晕倒，然后送到3星期，他说你这没有病，你是汗血而已，说没有，就因为这个孩子因为让他妈妈辛苦，让他家人还是，可是就在他14岁前年12岁的时候，你是在做这个跌倒之下，竟然发现不是苦，所以他的父母听到这样的话，父母亲气愤，不是这样，所以当然有很多的奇迹，所以他们很信任，直到最后，因为14条的命，因果律的14条的命，所以最后
最后还要离开的时候，前2块，还有笔的话跟他的阿公、阿爸讲，伊阿公阿妈还是讲台语哦，讲阿妈，讲阿妈，你们看到哦，你讲完了，我来一点过来，我好开始了哈，这个第一婚，这个考分，考比考战。那个他以前从来都没有讲啊，你要买阿妈，他这个考回来，他有我以前他们打努力过的，考虑给老路，他讲这个病，他讲病症，病，然后立马考大后，一定要回去，都是在看。他好像就心里很想，然后昨天就请他爸爸妈妈去。还是太重的话，可能到说什么用达到很多干的，都不用给。但是那你还是贴合，还是有限，还是有限制。所以一模的外表情况就，某的外表已经改变机器人，就跟他妈妈这样子，因为改过的我是改变修办到这个层面。他这个本来后，然后他最后，他就请他所有家人进来跟我大家很多，还有他沟通，他你爸爸妈妈沟通，跟妈妈，没朋友，但是我这个所以他讲重点先说他先说到看，我知道很多，当然，但是老师教很多。讲，咱即摆讲叫做是个是咩？是小天，这面对，但是本质上这面对是金瓜子的。我即摆也不配合了，他说我已经被不配合，我要回去。说这个时候很多地方都坚持跟老一样，从都不讲，然后一直都是都不讲。OK， 我要去帮忙，所以。我跟他讲，其实大家我都给人认识，他一个卖很正，我过来我也